你係咪肚餓、嬲、寂寞、攰？歡迎收聽我在 HALT。今日想講嘅主題係我哋點解咁鍾意啲唔可以單買嘅食物部分，例如飯焦、煎蛋邊、芝士奶蓋。每次煮飯呢啲部位雖然都唔係主角，但就有種莫名吸引力。我自己就鍾意食飯焦、煎蛋脆邊、芝士奶蓋上面最厚果層，偏偏呢啲位永遠都冇得單買。我有個朋友個女淨係鍾意食雪糕同唔要雪糕。我聽完覺得呢啲少少喜好其實幾可愛，仲幾哲學添。點解我哋會偏偏鍾意啲唔係主體嘅嘢？一來當然係因為口感特別，脆、焦全部都係好過癮嘅感覺，就連心理學都有講，鍾意咀嚼，偏好某種食感係一種自我安撫方式，特別喺你感到 hungry、angry、lonely 或 tired 嘅時候，即係我哋講嘅 HALT 狀態。二來最主要嘅原因可能係種感覺，我哋對平凡但特別嘅嘢有情意結。你睇大陸最近流行嘅邊角料搶購潮，啲人瘋狂搶購芝士邊、麵包邊、蛋糕邊、雞皮、鴨翼尖，好多廠將切出嚟嘅鬆頭鬆尾，形狀唔靚，唔夠標準嘅邊角料包裝成一小袋一小袋咁賣出去。又平又實用，仲有一種環保同執漏嘅快感。而我諗呢種唔完美但被愛嘅特質，係咪都係我哋自己心入面嘅投射？唔需要做主角，唔需要靚樣，淨係憑個性就夠吸引。如果邊角料都有一日可以由配角變主角，咁即係證明存在就已經有價值，只係時機未到。講到底，其實我哋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啲覺得自己係邊角料嘅時候，特別係香港人，我哋自細係一個不斷比較嘅環境長大，成日都要拎分數、拎名次。嚟到加拿大，好多時都會不自覺咁將自己同其他在家港人或者喺香港嘅舊朋友同事比較，睇下邊個揾多啲錢，邊個買咗樓，邊個入咗大公司。比完之後，好容易覺得點解自己跑得咁慢？但我想話俾你知，存在就已經有價值，就好似邊角料咁，只係等待屬於你發光嘅時機。人生唔需要急，唔需要同人鬥快。你嘅價值唔係靠你企喺咩位度先決定。可能今日只係你人生入邊嘅邊角位，但唔代表你唔重要。可能你嘅故事啱啱就係啲人想聽嘅味道。你又有冇啲鍾意食但成日揾唔到冇得單買嘅嘢呢？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下集見。如果仲有下集嘅話。